後來最近社群媒體出現這種虛假 AI 的影片，講什麼高雄甲台鐵有推出幾啊種穩重的優待，而且已經有超過4萬人看過這個影片。啊，高鐵甲台鐵是趕緊來駁回，講這個內容不是事實，講任何新措施攏愛看因官網的公告才有準算。如果您學會了阿玲今天要揭秘的這3類特定票種的操作，講要甲你教，其實是要甲你拐。咱詳細看清楚，主持人講甲嘴角全破，實際上這是用 AI 所做的假影片。咱們長輩最硬核的訂票軟件，影片充滿着中國用語，前菜列都規大堆，看着知影這是假的。這個頻道用民眾定在台鐵甲高鐵做主題，製造討論度，散布假消息。台鐵就解釋講，影片內底講到的專屬綠色通道、3大東行有拍折，甚至行李直接送到飯店的服務，全部攏是假。高鐵閣出來講，影片調工煽動強怒旅客對立的情緒，想要擾亂公共運輸的秩序。治安專家分析，這款的頻道目的可能是要等流量有起來了後，想辦法進一步得到觀眾的個人資訊。因為現在來講，你如果說是加入他的頻道，他可能沒辦法得到你的資料，但是呢，其實他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跟你去做一些聯繫，例如說貼一些連結啊，在這下面去騙你去做一些什麼事。雖然影片內底車站等等的場景攏無符合現實，也毋過看會開老眼，敢若有真濟民眾心甲啪啪啪。他如果說能夠收集到很多類似的這一些人的資訊，他之後可以針對這樣子特定的人去做這個所謂的這個認知作戰。在 AI 的時代，真歹分辨影片的真假，民眾若聽到各種優惠，都愛提高警覺，而且以官方消息為主，才袂互騙去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